和你讀聖經。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用順口溜記一張靈命記性漸增長。為着要大家記得詩篇第137篇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。被擄之民哀求神，舌貼上膛不縮身。開始讀經前，一起祈禱，感謝天父讓我有讀經的時間，求聖靈加添能力遵行你的旨意，求耶穌赦免我所有的過犯。禱告奉耶穌名求阿門。今天讀詩篇第137篇。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，一追上錫安就哭了。我們把琴掛在那裏的柳樹上，因為在那裏擄掠我們的，要我們唱歌；搶奪我們的，要我們作樂說，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吧。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？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記，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。我若不紀念，你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的，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。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，以東人說拆毀，拆毀直拆到根基。耶和華啊，求你紀念這仇。將要被滅的巴比倫城啊，成員民作女子報復你，像你待我們的那人變為有福。拿你的嬰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變為有福。讀經完畢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第137篇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。被擄之民哀求神，舌貼上膛不縮身。若果大家對以上14個字有更好建議，歡迎留言指教。結束祈禱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賜我記性，記得以上經文的重點。被擄之民哀求神，舌貼上膛不縮身。又要勤讀聖經，以致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抵擋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，不被世上荒謬言論迷惑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。希望能夠每天和你一起讀聖經、記聖經，一起與神親近重溫。第135篇，神本為善，要歌頌神蹟奇事行其中。第136篇稱借神愛影長存奇妙作為一串串。第137篇被擄之民哀求神，舌貼上膛不縮身。想一想，為何被擄之民要哀求神呢？